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看嘴正四方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嘴较大的人代表嘛是福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看，读考我看第4条。台语字典解说看就是讲台，咱讲空看、开看。另外，开看卖当形容一个人足有北长，真有度量，想法足乐观。看卖当形容看度甲面积，像讲三尺四方看。另外，看佫会当形容一个人用钱真拍手，咱讲伊用钱真看。另外，有一个词讲是看气，形容布真大把，咱讲看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同齐来看到这两个词，拢是形容足快型。头一个读做看莽莽，这是形容看过去，敢若看无边共款足快。第二个词读做看弄弄，一般这是形容空间较大，像讲厝看弄弄，卖当讲是看玲珑，也佫有看西西、看弄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片草坡啊看莽莽，中去一间纪念馆内底看弄弄，结果拢无人来参观，放咧市网，实在足无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